我足爱啊，你唔爱足爱啊无？哦来啊怎么啊？一起。哇，好棒哦！这中气十足，哇，真的很棒。唱到现在为止啊，大家可能就是有些那个喜欢我的歌的人，民国71年的时候就听了这首歌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也是听那时真的听阿公阿妈在唱几条歌，放几条歌，聊到很多认识小朋友认识第一首闽南语歌曲，可能就是先知下浪灾这首歌。那这首歌到现在哇，很有历史的，民国
1年，也感谢蔡振南啊，因为喜欢西洋歌曲，然后呢，他就帮我写了这一首喜剧虽然在让我唱，我也不遑多让，没有让大家失望。这首歌我就把它给唱红了。你知道那个当时红的时候卖了100多万张啊，那整个夜市哇，咱中华都公路有无？讲咧放个这大的星期，然后就其实夭寿哦，我觉得是红得莫名其妙呢，可是欣然同意，欣然接受。谢谢，这是台中市给我的，谢谢大家所以我是从台中啊开始发展，一直在演艺圈，一直到现在。我第一个我不抽烟不喝酒，没有夜生活，所以我零负评，对不？我主播拢家己煮，我跟田子郭稳定交往中，变主公啊！这样子我家己煮饭，家己煮三顿，我家己办了。不过呢，是甘之如饴。我不抽烟不喝酒，没有说，我都食咸，煮饭我家己做，食咸费到这样时拢还嫁袂出去呢。要70啊！要70咱同学哦。哎呦，我们同学见面了，同学好，谢谢。你坐 C 位。哇，所以我就叫徛了。你看有没有？一开始一直说都全程跟着呢，所以有咧电影的，你搞好玩呢，你搞好吃，谢谢。好啦，你请了这台电影哦，谢谢，谢谢董娘，谢谢。